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嘉义县新港乡嘅板头村300年前按到老本港，是系汉人清早来台湾开垦嘅所在。30年前还有一条台通嘉北线嘅5分小火车经过，不过小火车停驶过后，中途也停顿没落嘅。因多年来现正也嘅本人讲系上海岸一地点嘅社区工作者来重建火车站，和打操作全台唯一的高质检验艺术村，透过大型跨体创作同 Q 版做下过定真嘅一家一故事户外创作，连续3年得到文建会嘅艺术建议空间肯定，也变做农委会农村再生嘅模范。因为希望嚟做到嘅来看板头村嘅故事。也没整件火车，杀去很去喊做放的小火车。时代小火车系陈建勋，佢准备去做人客，彩虹吊灯行人咧屋嘅企业，来骗人讲佢嘅行人规划出讲合法。佢比成立当好，叫福興1號同福興2號兩列車嘅，早前四處做人客往沙去。本來佢做遊覽車嘅成立。玻璃廠當年衝一片，改變佢對人生嘅看法，冇再個視察嘅，都轉嚟關心自家故鄉。我做到98年嘅時節，家兒女都身體冇好，嗰種嘅脊椎吼，個神經有痛，開始就停下來，個當沮喪，是講讓買人來嗰種嘅嗬轉型啊，冇做個視察樣，因為兒做遊覽業是從後有去下去啊，譬啥下去樣我做得，你下去我做唔得，所以講我是講，我係咪我自己自發自動我想嚟發。佢講嘅沙區按到板頭村，喺度嘉義縣新港鄉，一隻沙區是有當好嘅光景，也變做老頭擺故事。冇攞裝頭，後生年寫走嘅，搶村到老人家同生意呢。陳建勳嘅阿爸想做對新竹關係辦好來吃，下後最後也轉做新嘅故鄉。佢老那個30年本年係做3隻昂嘅一隻店呢，陳建勳做嘅幾隻店呢，佢親了嘅菜，古所打錯嘅沙期最有兩列放嘅小火車。不過剛開始做菜嘅時節，佢老買咗來海呀，切咗2節，3條用嚟做，燒到水唔落高。3點人，我媽媽冇係講，你用鹹水嘛？我叫我講，個火車，個茶尾切開了，個茶頭切開了，你用買人做嘢實唔掂嘅，你完全冇制圖也冇個概念哦，你是旁邊說，一隻嘟嘟一隻羅蘭康，一隻油桶啊，是哪來是那標喺個海下面頭前嘅，標下咧，我為隻孔嘅，看下處，看你多牛啊，看處咁。感覺上哦，有像個火車人嗰隻通哦。整個社區的發展就是我們剛剛當初在93年有立一個碑，相信有一天起車會登啊。好然後就產生了3空一笑的故事。好這就是一個社區的發展內底，都是在造人，造人，然後我們現在是造景。黃水水喺天3隻昂嘅，人講有2個人就做出2個事。佢哋就係板頭沙區改造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整個社區的發展裡面，它是涵蓋到南港村、板頭社區，還有共和村3個村落。但是首發的起義的就是我們共和村的全民會理事長然後大家一直跟進，就像我是被他號召而來的曾經這裡以前叫做古笨港這邊曾經有幾千戶的人家，等於是說我們這個地方變得很蕭條、很落後，幾乎沒有人願意到這個地方來。在99年我們有做過調查，全村的人口大約住在739，然後。人口數，這是戶籍數了，人口數實際上不超過500。剛開始回來自己的故鄉，看到自己的故鄉是景觀崩潰，人的生活崩潰。那社區剩下的老人跟醉漢。那剛開始我要做社造，我就有一個概念，就是說，我就從那條匯鐵道開始，然後看到匯鐵道整個都陷下去，然後車站也沒有了，社區會起烏雜草叢生。天正昂嘅係陳明輝，佢嘅專長做沙期嘅工作，佢一絲一絲咧用影像記錄下來。
陈明飞一出头门，按用老故乡情都转来，佢想到佢做4年时节，这样时的故乡，包含桥的茶头，单单这种桥的东西。再讲有一句，相信有一日火车会倒转来陪你，让老师的岁月变到地度，童年的感痛就头也开始。接下来高指头太师陈忠贞，咪向下来抄他家的政治沙旗，变做的天理长王诶。93年那边开始做第一集的那个公园就由板头窑的陈理事长他带头去做了那当然看到几多做他大家懂翻译了那记得都做那公园的同时就要整地当然差不多有780人过来边天数了那传统以前除了庙会啊没按多年出来共同做一件事情了如果要做，就通通把它整理嘛。那村长说，这个经费要很多我就说，不然村长你负责去跟那个地上物种的地上物的人讲，我来整理。就我们的社区的营造就是从那个开始。沙溪因草前有句话讲，沙草没结束的营业，半条沙溪一铺铺的将台糖变到个房的火车路，在加入高质建养空间艺术，开始改变了沙溪。举例来讲，像陈忠贞陈理事长，还有他夫人，那还有像陈明慧陈理事长，哇，他顶菜园，那都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印象因为这个你知道这个社区要去怎么去活化，怎么去未来变成一个很乐活社区，然后是一个有潜力的社区我想人的因素是非常重要他们其实是自发性的，就是为了想要保存他们在地的一些文物或者是一些文化特色。对，所以他们先去做那个火车，然后后来慢慢的，他们就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些努力，然后有一些农村的一些特色，观光客进来了。那它比较特别的部分是在于，就是它事实上是有一个原本有的艺术文化的相关上的产业，但是它跨到就是整个跟社区上的结合，那跟原本的社造的方向，纯粹的就是只有做内部的力量的一个凝聚不一样。那第二个特点，它在于就是它把这种艺术跟这个社区上的力量迈向了观光化。一般的沙溪单单係青苔參觀，半條喺老山也結合沙溪行向觀光化。觀光行業來過後，開始規劃旅遊的路線，用動態遊園車接送，向其他的沙溪來了，因而就來歸村呢台中泰里的沙溪民眾。也這個風景真好，還有無共樣的東西，有個瓷磚疊的個牛的啦，真多風景真好希望大家人來這了。從動到沙溪你落去行路2點鐘叫行2點鐘叫，講下條路貨行落去又咪遠啲嘛，你一見都冇得行而家有隻帶動嘅車去本地行，其實會上咗來行，上咗來了。我们的这个最具代表性的这个是我们的柯林球各位可以来欣赏一下因为这个总共用了大概2-3万个碗片所切割粘贴文建飞想法是希望有强势老特色的沙溪加入艺术的元素，让沙溪传统的起落空间会当无共样。半条村先来彩贴高质建业来形成艺术村，用立体的图板表现出沙溪一家一户的故事。大家就在思考要用什么题材来营造这个社区，所以我就想到说，来用一家一故事，我们从那个养羊人家那一户做起，因为他们家以前10多年前以前有养了100多头的羊，我们就把它 Q 版去设计。半条村虽然无满记有名的人文故事，不过有高质建业，又有彩贴历史元素5分的小火车。到半条茶头前，有只讲小朋友这样是无买票，就本人叫个女神族，用童年趣味表现出台湾创作农村生活的艰辛困难。大家都是农村人，家境很穷，
没钱买车票啊，都会不买票。有一个很凶的车党都会追我们，哎，所以我们都会跟他互斗，所以我把它呈现那个车长在追小孩子那种场景。咱这个内山的这是应该代表讲是，较早是一个列车长，哦，啊伊呢，伊工作上是较认真，哦，啊这小朋友呢，啊有的哦，啊都拢无拍月票啦，吼，啊的时阵尔，伊较少啊都要甲补票，啊即摆是这小学生就会走，啊即摆是较少这就甲开讲，即摆讲开讲，叫做内山猪。林水前今年80岁的，佢喺蔡天老宅对台糖退休过后，还正上到火车路听数年历史。佢用石头火车讲紧清好时节，还冇公路桥，咩冇假日客运前，本单最赶早台糖西火车，嘉南平阳向内做起，变做专业黄金火车路，一直到民国71年停驶为止。啊，到北部哦，板桥了了吼，啊拢遐乡下南部后哦，伊就来到咱家己吼，家己车站啊，就转小车吼，啊来新港拜拜，啊然后呢，啊伊才个哦停一点钟啊，拜好，啊然后才个到北港去吼。一天有5、6千人在搭火车，所以说哈，这一条铁道是台糖公司里面最赚钱的一条铁道，所以这条铁道叫做黄金铁道。头摆古本港喺清朝官府衍生出嘅所在地，也板头村係充滿現代童年趣味嘅高質紀念藝術村。面對未來，也幾件圖規劃下一步，而尋出精彩嘅第二條路。因伊到欠啊，該東西，欠一隻老街，透過因嘅本港哦，是一隻港口嘛。東腦嘅咧一隻，韓國一隻縣城署，因有隻縣城署在那邊上，而老個縣城署嘅老嘅咧嗰條街侵佔咯。好，你是我的願望。大樹故宮南院雖然還沒有蓋好，但是它是世界級的一個寶。我們現在要先把它連接起來，就是說你要用很大的胸懷跟氣度去容納這麼多的東西，然後未來。你先去卡位到这一块，社區卡位到这个。那故宫里面有很多元素，一定以后要用在地的。当你在做很多文化旅游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再串联出去？就说你可能进来是可以待1天以上的，好让这个社区可以卷动旁边的这些生活圈旁边的这些居民，好也有机会可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发展有更多的一个受益。相信有一日火車會倒轉來，台糖嘉北線5分的火車冇可能再過時嘅。不過沙期沙大幫按樣年景又停通發展起來。他們那邊是有那個紅綠燈的，而且會塞車的。對，那邊是會塞車。你像在一個新港的，其實它並不是一個都會區。那竟然在假日是會塞車的地方，就表示很多人很喜歡去那裡，而且會去體驗。我要把這10個字當做永遠社區永遠的願景。那個願景就是說，如果我沒有能力執行，20年以後，下一代起來他看到那10個字，他們會反省說，因為他們自己不夠努力，所以還是再一次的相信剛回家等啊，那種永遠的願景定在那裡，是我內心深處。到現在，社區居民還有很多人不能體會的，為什麼？因為我不希望火車回來。搭隻沙期最有隻故事，也看唔到嘅並唔係唔順暢。半條沙期前進嘅路頭擺，未前到未來。沙期再個發展，一隻故事主題係相信有一日火車會倒轉來，一條歌嘅未研究創定下去。